嘉华城案件继续咧讲价，维京集团的主席申庆景甲应晓美等人，互检方叫去问话，专案向贪污的方向接办。丰泰山明仔暗登陆日本那加萨起，昨暗爱知县就发生水崩山，有5个人互土石淹去，还佫有3个人也被找到。南韩娱乐世代唔结婚唔生囝，敢若想要享受人生，把钱用伫咧高楼顶头，30几岁青年欠钱的比率下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国内消息。嘉华城案件是继续咧讲价，检方今日指挥廉政署去敲维京集团的总部，也有子公司中石化，还有中华工程，含这台北市议员应晓美的议会研究室等等的所在。维京集团的主席申庆景，还有嘉华城的董事长陈玉坤，是应晓美等人是以被告身份，互检方叫去问话。而且这北检阁发现讲，申庆景涉嫌诬陷应晓美，怀疑冇接受到郭文德，专案是以贪污的方向侦办。媒体规个包围台北市议员应晓美，人口廉政官大会，伫镜头前嘛大声替家己归回。相见不怕影子斜，好不好 ？OK， 好。互人带走前，搁再一届背回，按过应晓美，互人认定甲金华城案有牵连。检方发现伊涉嫌帮助真情，帮助的对象是伊。他曾经是我幻想的骄傲，但是也是我18年的悲伤。维京集团主席申庆景也是金华城创办人，互人控告找应晓美协助处理金华城应急问题，搁私底下接触前台北市长郭文铁，即马原来互检方约谈。伫维京总部大动作所在，检验200分真节路，维京子公司中石化、中华工程，也甲应晓美议会研究室真侪位拢互所在。因为检方为应晓美的账户有查到，甲维京集团等人有金流往来，怀疑有收钱伫办代志。带回申庆景、应晓美、金华城董事长陈玉坤等人，以被告身份询问。无任何一任市长图利金华城。只有金华城37年来的被霸凌。那陈玉坤对外百发冤枉，这届申庆景嘛写请辞文来回应金华城应接伊法令申请，佮讲郭文铁毋捌讨钱，颠倒是副市府甲瓜市府有官员亲身也是派人来讨过，毋过伊无妥协，毋再互金华城申请用职，一直互人报复。副市长有没有什么话想说的？争议不断，为将台北市副市长平金星到真侪个都议会委员，包括是学者陈春堂、陈明杰、行政院前秘书长刘玉山，检方进行密集约谈几60人，都是要调查金华城用职率伫郭文铁任内安怎为392%提高到840%，尤其应晓美的面当会，互人讲是关键，替金华城找解放，自创应届奖励。除了金华城案，检方要调查是毋是有对价牵涉到道理顶罪，由民众甲政治人物、各北市区果菜市场改建等案，郭文铁互人指控真侪件案件，检验拢要一项追查。记者综合报道。家人东华商场原本的营运厂商代日公司线索的负责人，为着避免这缺失影响到因继续签东华立体停车场的合约，是自2018年开始就乌西市府的人员，连这新二路立体停车场的标案嘛是因乌西标来的。职工家人的地检署今日就以贪污治罪条例，把这厂商的负责人，也有几两个市府人员，计共11个人起诉。家人东华商场案件是2分军，检方调查发现前市长林佑昌任内2015年9月办理东华立体停车场营运预算案，东华商场原营运厂商代理公司投标了后，对2016年开始到2021年中间，涉嫌连续诬陷这4单的市府人员，由这4单的市府人员事先甲市府督导重点甲代理公司讲，协助减少客债缺失，以免影响续约，总计贪污95万。大致公司于取得经营资格之后，于107年2月至111年7月间止，
持续以现金行贿交通处所禁用的人员陈某，预先将交通处的督导重点、客诉等情形来告知大日公司。另外，检方调查2022年市府办理信义停车场委托经营案，4号基证涉嫌影印经营管理财务试算表，交予姓陈的嫌犯翕相，涉留予代理公司。代理公司调表了后，伊阁乌西这姓陈的嫌犯100万。该弊案为前市府林佑昌时代发生，也是前朝官员遭到起诉。市府对于相关的厂商与涉案人员都已进行相关的惩戒与停权作为。检方认为，考虑姓陈嫌犯成立犯案，请法院好好来量刑。4号基证是中国甲主管却是涉嫌来涉密，应该相当量刑，个人市府应该停职。姓陈嫌犯该度雇佣契约。另外，代理公司涉犯违反公司法偷走税甲诈欺得利这罪嫌，包含4所负责人甲8员工拢被列做被告。因为我们还没有收到正式的起诉书，等到收到起诉书跟当事人讨论之后，那我们会来出一份正式的声明给社会大众，来表明大日的立场。第六专案委任律师强调，也未收到正式的起诉书，会甲当事人讨论了后，再过来决定未来伫法庭的答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实用射击联合会是全世界上较大的射击运动协会。去年办一届奥亚赛将伫咧1年起过，咱台湾嘛有派选手参加。不过，将这选手入场进前，中国的选手煞是甲咱的国旗扭落来，咱台湾的选手当然是随抢倒转来，嘛随甲主办单位申诉。落尾咱的国旗是有掉倒转去，主办单位嘛谴责中国选手的行为实在无运动精神。去年一届奥亚赛开幕，世界各国参赛队伍陆续进场，台湾队的国旗也跟其他国家国旗同齐出现。活动进前所发现插曲，台湾选手加裁判单品又发现进场进前插有台湾国旗的期间又加真大力，原来是3名中国队的选手在扣咱国国旗。当时就非常愤怒，因为最近奥运我们才一直被阻拦嘛，国旗的部分，所以我当下就是很生气的冲过去跟他们3个要抢。第一时间，单边又冲起嚟，将国旗夺回。随向主办单位抗议无偌久，主办单位搁一摆挂上咱国国旗，也请人伫边仔看守，避免搁发生插曲。在3个月前的泰国比赛里面呢，也发生了中国运动员对我儿子，因为他当时是比赛的场监，也就是所谓的裁判，他在执法，他们不断的在台下以言语骚扰他。这场比赛是国际实用射击联合会4年一度的奥亚赛，日一开始为期2礼拜，至少32个国家，超过1000名选手参与。IPSC 成立伫1976年，是实用枪击领域上大规模、历史上久的组织。比赛讲究的是选手伫无同的环境中实战射击，考验准确度甲速度。台湾早伫24年前就加入，选用国旗是台湾队的代表旗，多年来拢是安尼，毋捌遭遇类似的情况。这摆互扣落国旗，主办单位发谴责中国队队员，也受理台湾队的申诉。后手真正要处罚动手手旗的中国选手，恐惊爱面临禁赛，也是终身夺权。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直发生主权争议的南海，中国甲菲律宾双方是不时直接起冲突。在美国伫咧马尼拉主办的峰会论坛顶头，菲律宾就指控中国是东协地区乱象的源头。美国是表示，因会当甲菲律宾协商，看这美军是要安怎保护菲律宾伫咧南海巡逻甲运补。这是进前中国海警巡舰伫萨比纳礁附近海域包围菲律宾运补船只，阻挡菲方运补离岛驻军的情形。更加早进前伫无远远的主比礁附近海域空中，菲律宾渔业单位的巡逻机和中国放烈焰弹来扰乱飞行。菲律宾政府因此指控中国是南海地区上大动乱的来源。In this region, China, although without saying it, and I'll say it for you, is the biggest disruptor of international peace in the ASEAN region. 这一连串事件凸显南海地区紧张情况，各会有主权争议的倒打，随时拢有可能因为意外事件来引导直接的武装冲突。对此，美军印太司令部伫设伫马尼拉主办一场区域防卫论坛。会后对着记者提问，代表美军出席的印太司令帕帕罗公开指出，无排除由美军护航菲律宾的运补甲巡逻的船舰。Certainly, within the context of consultations, every option between the two sovereign nations
in terms of our mutual defense. Escort of one vessel to the other is an entirely reasonable option within our mutual defense treaty. 帕帕罗的回答是真小心，因为美菲虽然有协防的条约，但过菲律宾的宪法甲法律明文禁止外国军队直接参与菲国境内战斗。若是护航中途甲中国巡舰飞行机发生伤亡，一定互这个紧张局势是更加严重。菲律宾政府也讲，正看来也无到要启动美菲协防条约程度，所以讲运补也阁有巡逻任务，现阶段是靠菲国家己来做。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美国前总统 Trump 2020年涉嫌煽动国会山庄暴动案，要推翻总统选举结果。顶个月最高法院是认定讲，迄当阵 Trump 是现任的总统，有公务合并权，这项判决是对 Trump 较有利。不过检调单位调整指控的内容了后，即阵是搁再甲 Trump 起诉 ，Trump 就骂讲这是政治迫害。川普涉嫌煽动国会山庄暴动，想要杀到2020年败选结果议案，顶个月互最高法院以公务行为享有合并权发挥下级法院了后，特检史密斯无放弃，第二次中提起诉书将5项罪名中有关川普想要利用司法部权限的部分删除，同时回避称呼川普是时任总统，认定伊以总统候选人的身份有完涉犯4项甲初办起诉同款的罪名。Today, an indictment was unsealed, charging Donald J. Trump with conspiring to defraud the United States, conspiring to disenfranchise voters, and conspiring and attempting to obstruct an official proceeding. 真济官司的川普随即伫社群平台发表声明，指控特检想要勾画一场疑似的政治迫害，主张相关案件应该随驳回，但不错案为了伫后礼拜就的中方法庭举行定诉听审。But we are still looking at an impossible scenario of a trial taking place in 2024. That's really off the table, given the work that's still ahead to narrow the indictment still even further and determine what is an official act and what is not an official act. 分析认为，这个案伫11月初5总统大选进程做出裁决的可能性真细。伫这个同时，互对手批评一定唔敢接受专访的何金雷已经决定甲副手华珠伫29去乔治亚州做事时，就伫当地联手接受 CNN 的专访。这是何金雷初代拜登到伫北京选战以来头一次访问。伊今次会当借这个机会，平息有关伊还未准备好的种种疑虑，真受各界注意。广西新闻张惠敏编译。化妆的产品800款，除了画起来爱水，搁爱适合家己的皮肤，才袂生条啊，也是讲伤打扭皮等等。南韩一间化妆品公司就推出 AI 机器人，协助消费者分析因的皮肤状况，建议这适合的色滴，而且搁会当根据人客需求现场制作产品。爱化妆的民众面对一大堆产品，敢会常常唔知影要选什么色水。南韩一间有名的化妆品公司研发出一款人工智慧 AI 机器人，就是要来替大家解决这个难题。 임상 전문가들이 이게 평가하는 이 프로세스를 딥러닝, 머신러닝 기법으로 저희가 솔루션을 만들어서 AI 기반의 피부 진단 서비스를 솔루션을 만들어 놓은 상태입니다. 过去消费者常常拢是根据品牌包装评价、专柜人员的推荐来选化妆品，但这方法提供的选择是真有限，而且大家人皮肤的状况拢无啥同，才歹选出完全适合的产品。业者推出的 AI 机器人，在扫过人客皮肤了后，会根据真侪年来收集的数据来分析，结果对超过200种粉底的色和300多种无同胭脂内面推荐适合的色水。 처음에는 사실 신뢰를 그렇게 막 하진 못했는데 막상 제 입술에 발라보니까 어울려서 신뢰할 만한 것 같아요. 除了替你介绍即卖有的化妆品，这款 AI 机器人佫会当替你做出客制化的产品。 사람마다 이제 고유의 피부 톤이 있는데 그냥 이제 제일 사기 쉬운 21호를 보통 쓰잖아요. 화장품에 관심이 있어도 막상 이렇게 분석하기도 쉽지 않고 육안으로는 보기 힘든데 이렇게 AI가 분석을 해주니까 좀 더 정확한 것 같고. AI 客制化的彩妆服务推出了后，人客反应是真好，目前预约已经拢满啦。南韩科研机构是认为讲 AI 会当帮助加紧产品发布的速度。现行的制作方式必须要2个月才会当推出一款新的化妆品，但是透过 AI 只需要1礼拜就会当发布一款新产品。
事实上，愈来愈侪化妆品公司想要利用 AI 来提高销售量。这间饲料公司认为讲，使用 AI 的美妆产业当一步一步在成长。按算到2028，产值会当到81亿美金。公司新闻7万2百亿。天气哪来哪热，这夏季愈来愈长，所以讲这炭白蟒烧话疾病就愈来愈严重。后面最近是出现真侪西尼罗病毒的病例，这针对患者有2成是发烧、头壳痛、身体痛痛、并白走白。另外，美国的东北部最近嘛出现这致死率3成的东部马脑炎病毒。西班牙南部的塞维亚省市宣布，当地今年已经有5人因为着西尼罗病毒死亡。目前，欧洲地区除了西班牙以外，意大利、希腊、奥地利和法国等10个国家，都出现由大病蟒仔所传播的西尼罗病毒。美国今年也出现西尼罗病毒，科罗拉多州和伊利诺州甚至已有病人死亡。前美国传染病权威福奇最近也因为患着西尼罗病毒带去，进前已经康复转去。感染西尼罗病毒差不多8成患者无症状，按分2成出现发烧、头壳痛、身体痛、会吐甲走包这症状。除了西尼罗病毒以外，美国东北部今年出现罕见的东部马脑炎病毒，新罕布夏州一个病人死亡。威斯康辛、纽泽西、麻州和佛蒙特州拢有病例。东部马脑炎病毒透过带病蟒仔传播，15岁以下到50岁以上是高风险族群，致死率高达3成，而且无疫苗。就算好啊，也会造成终身的影响。专家警告，全球气候暖化、热天愈来愈长，湿热天气对大病蟒的滋生甲疾病传播是真有利。公司新闻警员庆朋友。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